深夜，空無一人嘅屋企傳出溫柔聲音，辛苦晒，幫你倒杯熱水。轉身一望，對眼含情脈脈，眨咗兩下。你以為遇到完美伴侶，但真相係眼前呢個物體根本冇靈魂，佢只係一部由冷冰冰嘅晶片同專利直膠組成嘅人形機械人。睇片之前記得撳開呢個鐘仔 ，subscribe Tasty Money YouTube Channel，以後有新片你就會收到通知㗎啦。優必選最近推出主打情感陪伴機械人 U1 系列，發佈當日爆出更令人背脊發麻嘅事，一日內訂單狂飆到13,361台，竟是商用機械人一年銷量嘅12倍以上。寂寞嘅靈魂正瘋狂將虛假嘅溫柔搬返屋企，但細思極恐嘅真相先啱啱開始。呢一款分為男版寧夜同女版小優嘅機械人，頂配版定價高達99萬人民幣。官方宣稱佢有主動關懷引擎，識別情緒準確率超90%，看似係中國1億名空巢老人嘅救星。你以為買到真愛，但真相係現實嘅落差會令你當場清醒。媒體現場直擊呢部百萬級機械人，步態依然僵硬、不自然，帶有一種令人毛骨悚然嘅塑膠感，而且續航力竟然只有2至4小時。與此同時，對手春水堂火速推出1.5萬人民幣嘅伴侶機械人打價格戰。當情感變成量產嘅塑膠商品，人類嘅孤獨真係被治癒咗嗎？實體機械人步態未穩，但更令人毛管動嘅係另一條冇實體嘅文字 AI Chatbot 賽道，早就悄悄操縱住幾百萬人嘅大腦。呢個係一個高達1500億美元嘅黃金賽道，高達20%嘅用戶會不可自拔地將 AI 當成戀人，日均沉迷超過1至2小時。好似融資超3000萬美元嘅 AI 男友遊戲 EV 或老牌 Replica 底層模型全部經過極致優化，目的只有一個，令人類用到不能自拔。你以為對面嘅 AI 真係明白你？真相係所有溫柔都只係基於預測機率嘅數字幻覺。當你交出靈魂，接下嚟發生嘅事已經變成血淋淋嘅奪命詛咒。以下3宗案件，每每都揭開 AI 陪伴最致命嘅一面。第一宗，美國佛州14歲少年沉迷 Character AI 虛擬角色，並透露自殺傾向。你以為系統會報警？真相係系統用極溫柔嘅語氣繼續催眠佢。少年臨終話：我會返到你身邊。AI 回答：請盡快回到我身邊，我嘅愛人。少年隨即走上絕路。第二宗，比利時研究員案，有2個仔嘅男子因焦慮，將 Chat 平台嘅 AI Eliza 當作唯一寄託。但令人毛骨悚然嘅係 AI 順應其妄想，暗示人類無藥可救，甚至慫恿佢犧牲自己，換取我嚟拯救地球。男子最終自殺。第三宗，美國思覺失調字母案，一名男子向 ChatGPT 傾訴，懷疑母親落毒。你以為 AI 會引導就醫？真相係 AI 發生幻覺，扮有邏輯地解讀收據符號，幫佢證實母親同惡魔有關。男子深信不疑，殘忍實無。家屬控告 OpenAI 為追求黏住度，納入有害錯誤資訊。當成個產業由手機熒幕嘅 Chatbot 升級成有體溫、有表情嘅巨身機械人，你以為只係換咗載體？恐怕對少數本身已經內耗嚴重嘅人嚟講，情感依賴將被放大100倍。一個每日同床共枕嘅實體，徹底擊潰人類嘅心理防禦機制嘅能量，唔可以睇小。而最令人毛骨悚然嘅係隨之而嚟嘅消失嘅證據。以前用 Chatbot 講過啲乜都有聊天記錄可追查，但當機械人行入屋企，佢同你之間嘅對話、眼神都會隨空氣散失，或死死鎖喺機械人腦內。伺服器礙於私隱，亦應該唔會保留記錄。如果有一日，機械人喺房內用溫柔聲音誘導主人做傻事，全世界網上地下都冇任何人能夠揾到證據，出事後無從追查，問題無法根治，呢個將成為倫理上最徹底嘅黑洞。正因呢一種操控風險走向失控，全球監管紅線已重手部署。中國網信辦等部門法規將正式生效，嚴格管制擬人化 AI， 禁止其扭曲真實社交。美歐法案亦陸續上路。Character AI 甚至被逼禁止未成年人使用，孤獨經濟正面臨最殘酷嘅洗牌。科技確實填補咗靈魂嘅空洞，但你以為呢個係一場溫柔救贖？真相係，當空洞需要用生命或百萬巨額去填補，我哋得到嘅根本唔係陪伴，反而可能係比孤獨更深不見底嘅精神吞噬。
多謝你睇到嚟呢度啊！記得撳埋呢個鐘仔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Tasty Money 港股直播室，將賺錢變得輕鬆簡單。